火，係光明，係希望，係人類文明嘅一道曙光。今日我哋再度啟航，航向祖國南海。深海逐夢，喺呢一片蔚藍疆域，我哋研兵成巨，採集全球大型綜合性運動會史上首束深海之火，燃起中華兒女血脈中嘅民族之魂。呢度係位於祖國南海北部海域嘅海馬冷泉區，科考船上嘅海馬號深海遙控潛水器，集成安裝咗懸火採集裝置，將潛入1500幾米嘅深海海底，喺生命綠洲區嘅冷泉滲漏口進行採集。可燃冰采集足量，满足引燃条件，可以引燃。柴火！採火成功！逐夢深海者，敢向蒼冥探幽奇。燃冰成巨時，碧波萬頃辟鴻蒙。冰火共輝，照見大灣區兒女向海而生、因海而興嘅赤子之心滾燙如初。經略海洋，向海圖強，中華民族嘅蔚藍志向，千年激盪，從未停息。今朝風帆正勁，我哋以科技為接，探秘深藍，向住承載夢想與榮光嘅星辰大海，破浪前行。